咱的乡亲时代，若咧食高血压的药啊，是唔通家己做医生家己停药啊哦。高雄一个84岁老先生，4个月前倒蕊的目睭常常无快，一直到用要青梅去病院检查，原来是带着红目空。医生一个问才发现讲，这个老先生有高血压，若是血压扭起来正常，就会家己停药啊。长期落来，目睭出血变红目空。讲这个高血压的患者，若家己乌白停药啊，除了这个红目空之外，阁有脑中风等等的风险。照时阵食降血压的药啊，是每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每一天的功课。但是千万唔通看家己的血压正常啊，就家己乌白停药啊。高血压咧，有迄落咧崩开，人讲无戒管理，也无甲照咧，也无咧食甲什么样咪通，啊就休困，啊休困才个崩咧，佫有搞这个食呢。高雄这名84岁的吴医生，家己就会乱停药啊，一直到伊倒边目睭渐渐看袂清楚，才来看医生检查，就发现伊的目睭出血，伊的虹膜和大片的血角来砍掉的，变做是红目孔，互伊险啊青霉。把它做一个人工的瞳孔，让更多光线进去。那结果发现到2个月之后，他视力回到0.1，那我发现也成功了。前方出血的原因不外乎第一个是外伤。那第二个就是跟高血压或糖尿病有关系。台湾目前有将近500万名的高血压患者，需要长期食药啊来控制。若是凊彩停药啊，也是改变药啊的剂量，拢有可能引起脑中风这的并发症。医生就提醒讲，食药啊一定要照规矩，千万唔通家己做医生乌白停药啊，也无可能会造成无法度挽回的伤害。